遲入嚟呢，就蠢咗啦。我而家預備開始。今日呢，我講嘅嘢呢會錄影。點解咁重要？一陣間1個鐘頭15分鐘，有冇同學可以話俾我知？你可以永遠保持120% 嘅精神聽我講嘢？冇啦，係咪？我會錄影。如果你發覺返到屋企都仲係唔清楚，我會將段片俾你睇。睇完1次都唔清楚，睇第2次。如果睇完第2次都唔清楚呢，唔使睇第3次啦。出年留喺度再睇現場直播1次，得唔得？好嗱，今日開始嗱。咁我而家講嘅呢係嚟緊你哋2018年，大家都係考文憑試啦。咁你考文憑試呢，如果你係出年升中5呢，你就會考2018年嘅。所以呢，我而家講嘅呢就全部係針對2018年嘅獨立專題研究。咁呢個獨立專題研究呢，其實已經同以往係唔同㗎啦。第一屆文憑試呢，就喺2012年，到而家呢，呢個叫獨立專題研究，我哋叫 IES。其他嘅科呢，佢哋叫 SBA， 我哋叫 IES。呢個 IES 呢已經係第2個版本，所以為咗令到我哋分得出呢個版本係原本2012年版本嗰個文憑試嘅 IES， 定係我哋嚟緊2018年嗰個 IES 呢，我哋有一個名叫規範探究模式。呢個模式呢係由上年即係今年嗰班中5嚟緊預備升中6嗰班同學先至係第1屆做嘅啫。所以咧，你哋同以往嘅同學有啲唔同，你冇得抄，所以你完全都要原創嘅。咁呢個獨立專題研究佔你哋公開試幾多呢？好簡單，你出到去公開試呢，要考2份卷。我哋明年中5嘅考試都會有2份卷。你哋而家做嗰啲叫卷1，卷1出到公開試只係得2個鐘頭，你要做3條必答。但係呢，卷2呢就會係1個鐘頭3個字，就要答1條3揀1嘅題目。即係話你出去公開試，你卷1答3條，卷2你3條揀1條，其實最後你只係做咗4條題目，你已經完成咗筆試㗎啦。咁呢4條筆試佔你成個文憑試幾多百分比呢？你而家見到呢，就只係佔80% 嘅啫。卷1就佔1半，卷2呢就佔30%。你考嗰個筆試考得幾好都好呢，最多都係攞到80%嘅分嘅啫。咁你明白啦，你冇可能80%嘅分你就攞到80%㗎嘛，係咪？我當你攞到1半啦，攞到40%啦，即係出到去公開試，你卷1卷2，可能你攞到40分啦。實際上呢，可能你出到去呢4唔到㗎，嚇3都有啲危險㗎。咁仲有20% 呢，就係我哋校內嘅 IES。嗱，我頭先呢早嚟嘅同學都聽到我講啦，我應承你做足晒我哋學校要你嘅要求呢，其實呢，你呢個 IES 呢，你會好高分嘅。IES 呢，佢就會化做20%，實際上呢，我哋就唔係計20分嘅，我哋計9分嘅啫。一個最高分只係得9分，最低分嘅可以係0分。咁而一般如果你真係跟足晒你老師指示呢，你攞7分不是夢嚇。佢會不但止冇拉低你公開試成績，佢會扯高你嘅。咁以往我哋試過好多同學呢，睇個樣都係唔合格㗎啦。公開試睇你個樣，唔係1就0㗎啦，係咪？佢可以攞到3喎。甚至我記得我曾經教過一個同學呢，我睇個樣，你介乎係合格同唔合格邊緣啊。嗰個 6R 嗰位同學，佢俾我好高嘅印象，我就係佢最後攞個5返嚟。我睇到有可能就係因為佢 IES 做得好。咁而 IES 呢，邊個負責俾分呢？就係教你嗰個負責嘅老師啦。所以你明白呢個分數係好有彈性㗎。如果你今朝早同你任教通識科嘅老師講咗句粗口嘅話呢，你就小心啲啦嚇。相反，你嚟緊呢一年點樣同佢好好相處呢？對你應該有啲幫助。咁當然啦，我哋好公正嘅，唔會因為我特別錫你或者特別唔錫你，
當然啦，呢個係應該有啲影響嘅。但係咧，我哋會調整翻個分數，即係話最後咧，我嗰班嘅 IES 咧都會俾其他班 IES 嘅老師咧一齊去改嘅。咁我哋盡量可以做到啲咩咧？同一間學校，我哋嗰個分數咧應該係個名次係冇變。即係舉個例，如果我教係阿姚志，阿姚志咧喺我心目中咧可能係值8分嘅，但係唔係喎，阿 Miss Ho 可能覺得話姚志邊值8分啊，值9分啦咁樣。咁於是咧可能最後咧我個分數又未必係準嘅喎。最後咧我哋都會自己，我哋會老師開會嗱。咁唯一可以變係咩咧？我哋一係就全校俾高咗分，一係就全校俾低咗分，就唔會有個情況就會有啲班特別高分，有啲班特別低分嘅。呢個係我哋已經認同咗㗎啦。咁呢個咧係嚟緊考評局咧要求嗰份嘅報告嘅封面，大家都一樣㗎啦，唔理你邊個都好咧，大家都一樣啦。咁我哋會俾呢個 Word 你，嚟緊我哋會俾一啲 Word，嗰個 Word 咧個格式咧係冇得改嘅。佢個封面一定係咁，拎住你手頭上面嗰度，應該睇下揾到，揾唔到算啦。啱啱我琴日先至加嘅呢張 slide。除咗個封面一定係咁之外咧，你封面以內嗰個目錄咧都一定係咁嘅。佢會分成咩咧 ？A、B、C、D。A、B、C、D 係我哋規範嘅呢個 IES 裏邊咧，全港所有學生都係分 A、B、C、D 㗎啦，得唔得？好 ，A 係咩咧？逐個睇啦嚇。咁我哋話 A 咧叫做題目界定，呢度應該開始你嗰個筆記應該有㗎啦，揾下啦揾有辦法嘅，你揾到㗎，實揾到㗎啦。嗱呢個咧獨立專題研究裏邊咧，我哋會將佢分成 A、B、C、D 4 part。A part 咧叫題目界定，你睇翻你嘅筆記，好簡單，就係你嗰個議題究竟你想研究啲乜。我將其中一個例子印咗俾你，一陣間我哋會講。唔多㗎，嗰度你數翻咧，大約係500字到㗎咋。A part 只係佔你成個 IES 裏邊500字到，500字即係等於你平時中文作篇文啫嚇。我哋唔計標點嘅嚇，我哋唔計嗰啲附錄嘅嚇，真係原汁原味嘅嚇。你通常寫400幾500字就夠啦。B part 咧就係你講下點樣去收集你個研究嘅信息。嗱 A part 就係你要話俾改卷嗰個人知你想研究啲乜啊？通常啲引子啦，你講嘅係咩題目啦？係想研究因素啊，定係講緊影響啊？等等等等。今日我會教你預備埋 A 個部分，因為我預備 A 個部分咧，你8月應該要交到㗎啦。咁而 B 係啲咩咧？就係你為咗達至你嘅研究嗰個目的，你要研究啲乜嘢？你要做啲乜嘢？例如話你可能要做問卷啦，可能你淨係去揾二手資料啦，可能你要揾啲人做訪談啦，等等等等。咁呢個就係 B part。跟住到 C， 嗱 C 其實已經完成咗你嘅研究啦，你就要講翻俾人知，嗰個叫做深入解釋議題，呢個叫 C part。意思就係你講翻俾人知究竟你嘅研究咗啲乜嘢出嚟嗱，可能係你嘅第一手資料，例如話我做咗問卷，我喺 B part 度已經問咗問卷㗎啦，跟住 C part 咧我就講翻我問卷裏邊嘅結果，亦都可能有啲同學唔做問卷嘅，我全部都係第二手資料，我睇書嘅啫，你就可能會比較到唔同嘅書佢哋裏邊嘅嗰啲論點，然後從而得到一啲你嘅結論，係可以係新嘢㗎。同一個議題喺不同嘅人、不同嘅年代、不同國家都係第二手資料，但係你可能經過你嘅整理之後呢，變成一啲新嘅材料都唔定㗎，得唔得？最後 D 呢，就係你要揾到一啲歸納出嚟嘅論證，咁一陣間我會詳細啲講。嚟緊我哋會預計呢，你首先要諗下咩題目先。成個 IES 裏邊嗱，佢有要求㗎嚇，你要就一個有意義，即係話你唔好諗一啲完全好無厘頭嘅主題啦，例如話究竟我哋嘅食物部應唔應該賣魚蛋嗰啲啊，即係嗰啲完全好冇乜意義嘅啫，唔係冇乜意義嘅，即係唔喺 IES 呢個場合研究啦，係嘛？另外就係咧，你嗰樣嘢要值得討論嘅一個議題嚟嘅。如果你嗰個論題好明顯一面倒㗎啦，例如話中學生應否孝順父母咁呢啲，應該都冇得爭議㗎啦。咁嗰啲就唔好做啦。你要做一啲係值得
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嘅。咁你留意翻啦，你而家見到藍色字啊，出邊嘅 screen 有幾樣嘢呢？如果你滿足到呢，呢個先至合乎我哋標準。第一，你應該唔係一個角度去睇咯，即係你唔好淨係去淨係研究啊呢個社會層面，跟住淨係揾晒嗰啲資料，其他嗰啲經濟又唔睇啊。另外，你要聯繫到最少你學過嘅通識同你而家研究嘅應該係要有關係。即係舉個例啊，你而家讀嘅單元應該係今日香港同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但係如果你研究嗰樣嘢係完全冇同呢啲有關嘅，譬如話研究啲咩塑膠係點樣形成啊嗰啲咧，即係啲明明科學嘢你擺落通識咧就肯定唔得㗎啦，得唔得？應該同你嘅通識科嗰個範圍係有關係嘅嚇，你唔可以做一啲其他科嘅嘢啦，然後嗰樣嘢咧應該係要有，但係點解會有趣咧？嗱，有趣你明白就係你做嘅時候唔會自己做到好悶啦，亦都唔會改你嗰份報告嘅我好悶啦。你如果研究一樣嘢，哇，原來幾百人都做過㗎啦，你又要再做一次嘅，咁冇趣嘅，你諗下你會唔會高分啦？嚇，好難啦，係咪？同埋好重要嗰樣嘢得唔得？可唔可行？嚇，你可能會研究啲咩啊？我記得以前曾經有個第一屆文憑試有個好出名嘅小朋友，佢研究過啲咩呢？研究過呢港資嘅商人點樣喺內地嗰啲咩廠度投資，點樣獲得啲咩利潤？嗰啲其實唔係人做。但係原來佢本身屋企人就喺個內地度設廠，佢於是就可以做到。你唔好做啲唔可行嘅嘢啦嚇，即係咩伊朗同伊拉克打仗嗰啲唔好講嗰啲啦。你做一啲可行嘅，盡可能我相信你只係做到香港嘅嘢嘅啫。你唔好做啲太大規模㗎啦，應唔應該推翻共產黨嗰啲唔好做。做啲可行嘅，同埋我哋有個要求，你嘅上限係4500字啦，留意，唔係大約4500字，係上限。咁當然啦，你就唔好離譜到咁，我成篇報告我寫1000字算啦，唔係，我哋盡量利用佢。嗱，我哋而家呢個咁嘅專題探究呢，係新㗎嘛，頭先我同佢講咗啦，係咪？以前呢，你嘅師兄師姐做呢，楊伯軒做嗰個年代呢，嗰陣時係萬幾字㗎，幾萬字㗎。你停唔到啊，欲罷不能㗎，因為你一寫到呢，你明白你上通識科上身啦嚇，你就發覺呢，你寫嘅嘢係無限多㗎嘛。你寫篇題目8分題目，你都版幾紙啦，係咪？你又何況呢樣嘢你自己研究嘅嘢，你一定寫到好多嘢。所以最後我哋會發覺呢，喺呢個新嘅規範嘅 IES 裏邊呢，你最後會發覺係只會 cut 字嘅啫，就唔會係唔夠字嘅。所以到時我哋諗下，盡可能滿足到你。我估你 around 4300幾字。去到4400幾字就最合理咯嚇。咁你哋點樣去數字數呢？咁你如果用 Word 打嘅話呢，你可以有個叫 Word Count 啦，可以數啦。咁我哋都應該可以用翻相同方法嘅。不過坦白講，我唔會得閒同你數噶啦。但係你記住喎，個封面呢一個係考評局指定嘅封面啊嘛。你交嘅時候呢，其實佢寫明你要講你嘅有幾多字數嘅。當然啦。我估都唔會考評局嗰啲人特登去數你，但係實際上呢，你係要喺你個封面度寫字數，而你交呢份報告係你要負擔翻個責任，裏邊有任何不真確嘅內容呢，包括咗抄襲，包括咗你寫啲錯誤嘅數據呢，考評局係可以降你一個大 grade 㗎，所以千祈唔好即係明明作到5000字就話自己4400幾，唔好明明係2000字就督到自己有4000幾嚇。我哋唔係盲㗎，我哋睇得到㗎，小心啲。好，咁我哋逐 part 講，我哋有 A、B、C、D 4 part 啊嘛，記唔記得係嘛？啱啱入嚟同學快啲拎起你冇個筆記嘅出嚟攞啦。我哋有4 part，第一 part 係做啲咩呢？我哋叫做題目界定，包括咗啲咩呢？睇翻你嘅筆記裏邊有呢一個內容㗎。你諗下點樣去諗一個題目？第一樣嘢就係我做乜要做呢個題目呢？我點解要做呢個題目呢？你揀一個題目一定有原因㗎嘛？你唔係話我敷衍你咯，林 Sir 你嚟緊要收 IES 啊嘛，我咪做咯，千祈唔好，得唔得？第二，你呢個題目有乜意義先？頭先我講過，你話小食部賣魚蛋呢啲冇乜特別用途啊，你應該做得大啲。最少，例如話，我住慈正村嘅，但係發覺慈正村咧嗰啲傷殘設施咧就可能係不足嘅，於是我想深入研究 ，OK 都可以嚇，有啲意義啦，即係起碼對某啲人有意義啦。同埋你點解有興趣，即係有趣啦，係咪？同埋你有啲乜
你要定翻你研究乜嘢嘅範圍。即係舉個例，如果你做嘅淨係香港啦，我估你哋唔會突然間走去做其他國家嘅嘢啦，係咪？如果淨係做香港，你想做到幾大？淨係做我哋聖文德書院，淨係做黃大仙啊，定係做晒成個九龍啊？定係淨係做某一批人？淨係做男人，淨係做女人？嗱，你可以諗下，究竟你研究個範圍係乜？你如果研究香港嘅政策，你會唔會淨係研究經濟嘅方面啦？定係會研究埋社會啊、民生方面啦？你要預先諗定喎。你如果諗唔定，中途你變嚟變去，你自己都做唔到一份即係有互相扣連嘅 IES 喎嚇。呢個你自己都冇辦法說服到自己啦。好啦，跟住望翻出嚟，尾三個點。你究竟想做嗰樣嘢嘅焦點？嗱，如果你寫得出嗰條題目，你其實個目標就好明確，你要揾到嗰條題目嘅答案，你就唔好喺 A part 度明明嗰條題目都冇想問嗰啲嘢嘅，譬如話你可能會問究竟而家呢個標準工時啊對呢個打工仔有啲咩影響？咁可能如果你嘅題目係諗住做影響嘅話呢，你就唔好突然間又講下原因嗰啲嘢啊！你最多講少少背景嘅啫，你唔夠字嘅，你一定盡量約簡。你講得問而影響嘅，你就唔該你嘅問題集中淨係講影響，唔好講其他嘢。最終問題就你要解決咩啦？好啦，最後最重要，你唔該你喺筆記度揾翻呢一句，究竟你有啲咩叫焦點問題？乜嘢叫焦點問題？有冇聽過焦點問題係乜嘢？阿廖輝，你坐咁前，你好勇，我不過唔會問你啦。阿廖輝，可唔可以介紹下你一班其中一位同學俾我識啊？隨便講一個人名。喂，舒平，咩叫焦點問題啊？焦點問題。其實有答案嘅嘛？邊度有答案？係問下。望住出邊都有。焦點問題係從較抽象同埋較廣闊嘅探究題目之中揾出較為具體同埋仔細嘅分析角度。啱啊嚇，啱啊嘛。嗱，焦點問題啲咩咧？其實唔係特登放水啊！你呢份筆記裏邊有唔切啫。嗱，焦點問題係咩咧？你研究一樣嘢，你冇辦法一研究就研究到個答案㗎嘛。即係舉個例，頭先我同你舉個例子，喂，慈正村嗰啲傷殘人士啊，用嗰啲設施，佢會有啲咩嘅看法啊嗰啲嘢咧？你唔可能一開始就係直接問呢個，你要將條題目拆散嘅。而我哋所謂焦點問題咧，就係你預計你問你嗰條題目，你要拆散成為幾條小題目。你要拆散成為幾多條小題目，先至可以幫助你最後揾到你嘅答案啦。不如我跳一跳啊，可能你睇你個樣都唔係好知講緊乜，我跳一跳張 slide 先。嗱，呢個係另一個 PowerPoint，呢個係上年阿江 Sir 做嘅，佢就幫你諗啦。嗱，你個筆記冇啊，因為你份筆記我做噶嘛。咁啊，上年就咁啦，佢就出個題目，喂，探討家居，會望出嚟啊，探討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的成效。呢個就係個研究題目，即係話成個 IES 佢要做啲咩啊？我就要探討下家居廢物源頭分類係嘅計劃嘅成效咯。嗱，呢個就係佢成個 IES 嘅題目。咁我會問啦。咁佢可以將呢條大題目拆散成為什麼焦點問題呢？佢就咁拆啦。第一就係什麼是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你研究一個議題，你要搞清楚嗰個議題裏邊嘅背景資料先啦。咁佢用嘅方法叫做六何法啦，咩 what 啊，咩 who 啊，when 啊，where 嗰啲啦，你學英文科應該學過啦，係咪？
你將你嗰個主題拆散成為咁究竟咩叫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先？跟住佢又問翻自己 who 啦，咁邊一個係持份者先？跟住啦，咁佢有啲乜嘢為之成功為之失敗先？最後就係咁點樣可以更加有效推行啦？咁而家你見到將一條題目拆散成為下邊嗰4點呢，嗰4點就係焦點問題啦。你要發覺呢，你一開始要解決翻成個 IES 嘅主題呢，極之困難，但係你將佢拆散成為一步步嘅焦點問題呢，你逐步去解決呢，易好多嘅。亦都可以針對性地揾翻嗰個持份者去問佢問題，又或者針對性地睇翻啲展報啊，或者其他二手資料去揾翻究竟佢係啲乜。咁你唔知道你條題目可以問乜呢？咪用翻個六何法咯，咩 what 啊、who 啊、where 啊、邊個啊、邊度啊、幾時啊等等咯，你就可以推到究竟你應該點樣拆散你嘅焦點題目啦。嚟緊8月尾我哋會有補課，我哋補課會講現代中國，但係其實上堂之外呢，我哋要確定你喺8月一定要諗到條題目，亦都應該可以預備定你嘅焦點問題。嗱，所以今日開始翻屋企呢，你要做嘢㗎啦，得唔得？好，我翻之前啦，繼續啦。咁 A part 講完啦，咁啊 B 係咩呢？嗱，成份 IES 呢得 A、B、C、D part 啫。A 你要好清楚地講咗，你要預備定去問乜，點解你要做嗰條題目，又有啲咩焦點問題。然後到 B 啦，嗱 B 呢，其實以往呢，我哋舊制嘅 IES 呢，好興叫佢去揾啲一手資料去做問卷啊、做訪談啊，甚至走去百佳度數客派咗幾個環保嗰啲咩膠袋都有嘅。但係而家似乎新嘅趨勢呢，多咗做二手資料嘅分析。當然你仲可以自己主動去做問卷，但係可能你付出嘅時間又未必真係咁有效率嘅。所以而家發覺就多咗人淨係揾二手資料。咁但係點都好啦，你要揾到啲背景嘅資料，可以係書啦、網站啦、新聞啦等等等等，同你嗰個嘅議題係要有關嘅。最好就係佢可以俾到答案你，即係譬如話你研究譬如機場第3條跑道有冇成效嗰啲呢，你睇好多啲新聞有講噶嘛，你就將嗰啲二手資料收集埋，然後做啲比較啊、整理呢，可能已經係幾好嘅一個議題㗎啦。咁另外就係你點樣去搜集啦？你而家見到尾2個點，你諗下自己嚟緊出年嘅6月尾呢，就要交㗎咯喎，過咗未？咁於是如果出年6月尾要交嘅話呢，咁你諗下你可以做到幾多嘢？例如話你8月先至定到題目，跟住你又要開學，難道你又可以做到問卷，又可以做訪談，又可以做其他嘅研究？定係你打定一個計劃，就係我唔做任何嘅一手資料嘅，我淨係做二手資料嘅都可以嘅。二手資料都可以高分嘅喺而家新制啊。不過你諗下你自己嗰個議題啱唔啱做先？如果有啲嘢冇文獻記錄嘅喎，你話頭先講過話喺食物部賣魚蛋，邊有展報係做呢啲㗎？係咪？咁你就要諗下你有冇需要揾啲一手資料啦，得唔得？嗱 A、B part 兩 part 我哋將來會一次過收嘅。我哋有 A、B、C、D part， 最後6月尾交嗰個呢係成份，我哋叫 A、B、C、D。但係 A、B part 呢，通常我哋因為佢嘅關聯比較大啊，所以我哋會一次過收嘅，係打字㗎嚇。所以你屋企要揾部電腦，或者你冇電腦，去你同學度揾部電腦啦。嗱，我哋需要有一條題目，你要對個議題嘅背景好認識。點樣認識法呢？你由今日翻屋企可以去揾下，有啲咩議題好容易地揾到展報嘅，亦都好容易有啲書籍嘅，亦都好多啲評論嘅。你揾到啲議題係好 hit 嘅，嗰啲呢，你唔好話你整理啦，你淨係攞嚟即係抄咗部分嘅資料，跟住就引用佢嘅資料呢，你已經唔止4500字㗎啦，可能幾萬字㗎啦。你諗下會唔會有啲議題完全好冷門嘅？嗰啲冷到根本你連一份報紙都冇報導過嘅，咁你就千祈唔好做啦，得唔得？嗱，舉個例啦，呢個就 A part 嘅例子啊，呢個係一個現成做好嘅 A part，其實唔係好多字嘅，講咗幾百字啫嘛。呢個例子裏邊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你要留意呢？佢應該喺短短嘅幾百字度齊咗3樣嘢。黃色嘅就係佢牽涉咩持份者。綠色嘅就係有啲乜嘢係通識科專用嘅詞彙，尤其是你喺書裏邊學過嘅。今日香港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咩傳媒啊、多元化社會站啊等等啦，同埋好重要嘅就係你已經揾到啲乜嘢嘅背景資料，咁呢度就用紫色嘅。嗱，呢篇文其實好短嘅咋嚇，呢篇文短到咁，但係裏邊原來差唔多全部嘅嘢咧都有用嘅。講出咩持份者？黃色嗰幾個，綠色嘅用咗啲咩概念詞彙？紫色嘅，你揾咗咩背景資料？嗱，你哋嚟緊呢，我覺得最難控制係咩呢？你用好少字數寫到好多嘅嘢，好難嘅嚇，你要學嘅。咁呢一個呢，就係考評局，我記得呢一份佢係8分啊嚇，佢又係 A part。咁呢個我數過就436個字嘅啫。咁呢436個字呢，就係 A part 啦。你要做嘅 A part 就係咁多，你諗住用乜嘢啊？林 Sir 你等等，我今晚 WhatsApp 你，我就搞掂㗎啦。唔係咁簡單嘅，佢裏邊差唔多每一句句子都係有用嘅，冇廢話嘅。咁呢一個呢，我就應該我唔知有冇印俾你啦。我另一個例子會印咗俾你嘅，你翻去睇下，裏邊呢差唔多每一句説話都一定係好重要嘅嘢嘅。多餘嘅嗰啲字呢，佢 cut 咗㗎啦。嗱，不過呢，你見到下邊有紅色箭嘴，因為我出唔晒啫。你而家見到呢個畫面呢，嗰436個字呢係 A part， 不過佢仲要加埋頭先嗰啲焦點問題啊，呢度未寫。咁呢個題目佢就做研究呢個中學生對呢個器官移植嘅睇法嘅。咁於是呢，佢就講咗呢啲點解佢要做呢個題目，點解有意義，佢揾咗啲咩背景資料。然後呢，你見到紅色箭嘴寫住焦點問題，我印唔切啫，仲要問翻幾條題目嘅。焦點題目我哋有要求㗎，即係唔好少過3條啦，但係都唔好多過5條啦，3、4條係最合理嘅，因為你冇可能可以一份4500字嘅裏邊可以答到成5、6條嘅焦點問題㗎。你每個焦點問題你答100、200字呢，你已經爆字數㗎，所以記住你3個焦點問題至4個就好合理嘅，得唔得？咁我上年剛常咁講啦，我照講啦。嗱 B part 呢都唔係好多嘢嘅啫喎。B part 呢有幾多嘢呢？係呢一樣，你而家見到出邊啊，望住出邊。嘉耀望住出邊。嗱，呢個係 B part 2版啫，仲要下邊你見到細字嗰啲咧，係嗰啲注釋嚟嘅啫，唔係好多字嘅啫。呢度800零唔夠1000字。佢講啲咩咧？嗱，好好嘅，你有冇乖乖地我哋俾你做剪報，你做足晒啊？有啦，咪交足晒功課啊嘛！你留意咧，剪報裏邊咧，要你係揾一啲詞彙出嚟嘅，然後就上網揾翻佢係乜嘢咧。其實因為你哋要做慣咗咧，你 IES 就做得好啦。B part 裏邊咧就要求你喺你個題目裏邊揾一啲專有嘅名詞，然後去做少少嘅解釋。譬如話咩叫器官捐贈啊？好似大家都知係嘛？咁你要實際上嗰樣嘢係咩咧？咁可能你要上網揾啦，揾啲書啦，揾翻政府網站啦，然後列出嚟。你發覺其實4500字真係好難寫㗎，你寫45000字容易啲㗎。你要揾下有幾多個咁嘅詞彙，可能一個議題裏邊有成6、7個詞彙嘅，你要揀邊啲詞彙係特別地係同你個研究有關，你唔解清楚咧，就好難有效地去表達到你個議題㗎啦。咁譬如呢度佢講中學生對器官移植嘅睇法咧，於是講緊器官捐贈啦，咩中國傳統觀念啦，佢就列咗3個詞彙，然後解釋。咁呢度都200幾字啦。然後咧佢就講翻佢想研究啲乜。你而家見到呢個畫面咧，佢叫你坐近啲啦，後邊睇唔到，你自己揾辦法啦。你而家見到呢個畫面裏邊最後嗰段咧，佢講緊咩咧？就係究竟我而家研究啲乜？嗱，因為你同一條題目俾唔同人做，你發覺原來可以個角度唔同，出嚟嘅結果完全唔同。你就要話定俾人知，其實我係研究緊乜嘅。譬如話你話中學生對器官移植嘅態度，可能你集中講啲咩啊？嗰啲咩中國傳統思想啊，死要有全屍噶嘛，咁佢可能用緊中國傳統嘅角度，亦都可能有啲人話經濟誘因啊。如果話我賣個腎俾你，我就換個 iPhone 翻嚟嘅，佢可能好想買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中國傳統嘅角度啦。你要話俾人知，我嘅探究係想做啲乜嘢範圍。望翻呢度，短短一段裏，短短一段，你而家見到最後嗰段100字。就要講清楚俾改卷嗰個通識科老師知，我係研究緊乜。嗱，如果我見唔到你呢一段，我當你冇立場啦，係咪？但係如果我見到你呢一段，但係你嗰段同你個主題係無關嘅，或者係離題嘅話咧，你又會好低分嗱。所以你呢一段咧，你唔該寫得好係我建議啊，暗方法。
我會做完晒成份 IES 先至寫呢段咯。因為好多時候你做下會離題噶嘛，點樣確定你唔會離題啊？做完晒成份先至出題目咯。咁但當然啦，我哋而家嗰個叫暫定題目呢，都幾穩陣㗎啦。我哋會容許你最後都改少少字眼，但係你唔好改晒成個題目啦。即係明明可能你研究食物部應唔應該賣魚蛋，但係最後你嘅題目變咗香港青少年應唔應該吸煙，咁你就變咗完全另一樣嘢啦。但係如果你可能你改少少嘅，應唔應該改賣燒賣咁樣，可能我都仲接受你啦，係咪？即係你唔好太離譜啦。咁但係呢段嘢呢，你都要交咗先，之後再慢慢修訂。我哋會最後一次過計最重分呢，係明年6月嗰份。但係 A、B part 呢，我哋會預先要你交嘅。嗱，呢個就 B part 除咗頭先講啲詞彙啊，我要做啲咩探究之外呢，你要講埋俾我知你嘅研究方法。咁呢一份呢，佢嘅研究方法呢，我冇記錯呢份考評局係7分定8分啊？呢一 part 啦 A、B part。嗱，呢一度呢，佢要講清楚俾人知我做乜嘢嘅方法，例如話用問卷啦，或者係做其他二手資料分析啦。sorry，再先，因為佢哋跟唔到陣後，佢哋你淨係講翻。好啊，得，好掂。好，阿林 Sir 提我咧，唔使講咁詳細，因為咧嚟緊 A、B part 咧有專人去講，咁啊 C、D part 更加唔使講啦，係咪？嗱 C、D 我更加跳啦。咁你起碼咧應該有個印象咧，其實而家做緊乜嘅？成個脈絡咧就係你有個探究問題啦，然後去做研究啦，有不同意見啦，最後咧就衡量標準有結論。嗱，我原本想講多少少 C、D part 嘅，唔使驚，實有老師會講噶啦，遲啲講。咁評分方面咧，剛才我哋有 A、B、C、D， 但係實際上評分咧，我哋唔係分 A、B、C、D 嘅。簡單嚟講咧，我哋係用呢個表。嗱，呢個表咧喺你哋嗰度都有嘅。你同我望一望啲日子。我哋今日咧就係8月23號。你而家見到我有5個日子嘅。咁當然啦，越後期嘅日子可能越有變數啦。所以我哋唔係今日8月23號，係8月23號你交第一份。8月23號咧，你要交第一份嘅東西，一陣間會好似派咗俾你啦，印埋落去後邊。你見到你最後嗰幾版咧會有啲表嘅，嗰啲度咧就要你填少少嘢嘅。咁啊，你嗰部分咧就計你自發性。咁原來咧出到公開試咧，我哋除咗計呢個筆試分之外咧，你個 IES 咧我哋會分4部分嚟俾分嘅。嗱，望一望而家呢個表喺你嗰度應該唔知第幾版啊，你快啲揾一揾。我哋會 A 加 B。成份報告嘅 A 加 B 嗰兩部分呢，佔你成個 IES 嘅30%嘅分數。A 加 B， 即係頭先你見到 A 同 B 啊嗰啲例子啦，係咪？你寫完嗰1000字到啦，係咪？嗰度就佔你成份 IES 嘅30%分。咁我哋俾分呢，就淨係俾0至9嘅啫，我唔理你，最後佢電腦會幫我哋計翻30%㗎啦。咁然後 C 加 D 呢，佔一半嘅，好重嘅，得唔得 ？A、B 3%。CD 計50%，跟住 A 加 B 加 C 加 D 成份報告，最後你會一次過交噶嘛？我哋睇晒你成份報告嗰個表達啊、組織嚇係咪好互相扣連啊？係咪好通順啊？咁嗰度咧佔10%嚇。最後咧就係個自發性，其實基本上咧你同你個老師都好高關係㗎啦，係咪？你準時交都會俾你滿分㗎啦。咁最後嗰10分通常都係送㗎啦。咁而家你見到 tick 係咩意思咧？就係你幾時要做嗰樣嘢。譬如你見到8月23號咧，我哋會計你自發性嘅分，因為你嗰日要交啲嘢嘅。咁另外咧，去到 A 加 B 嗰部分咧，我哋11月7號都要開始計㗎啦，因為 A 加 B 嗰部分我哋好早要預備好㗎啦。咁如是者咁樣推落去咧，2月17、2月24啊、4月5咧。每一度都會有啲嘢要交，最後嗰日叫做死期啊，就5月31號。上年係6月2號，爭幾日啫，係咪？今年係5月31號，嗰度最後嗰份報告呢，就會係5月31號交。原來唔係6月，對唔住，係5月。咁而最後你見到考評局調分係咩意思呢？有剔嘅代表就係，如果我哋學校俾你太鬆手或者太手緊嘅話呢，考評局佢會因應你公開試筆試嗰個成績去調整個分數。即係舉個例，如果我哋全部聖文德書院嘅通識科老師都係
殺手嚟嘅，將你哋啲分數撳到有咁低得咁低，個個都唔係1就2嘅，冇7、8、9分嘅話，你出到公開試點，原來全部都好勁喎，考評局就會質疑緊你間學校係咪傻㗎？你班老師係咪太手緊啊？佢就會調分，佢會用佢嘅方法去計翻對應翻，你間學校應該好勁嘅喎，但係點解你俾咁低分呢？佢會升高翻個分。相反，我哋唔可以全部俾你好高分嘅，因為會睇翻你筆試，話唔係嘛？你呢間聖文德書院個個都8分9分，出到公開試炒喎，咁佢就可能會將個分數調翻低，咁佢只可以調到頭3個分嘅啫。最後你見到自發性嗰10分呢，老師俾幾多就係幾多噶啦。咁我哋都信任老師，得唔得？呢個進度喺你個筆記度有啦。呢個就係我哋實際上嘅進度。剛才俾咗5個日子你，我哋而家做緊嘅就係7月4號呢個工作坊，我要介紹俾你知所有而家嘅嘢。咁然後呢，我哋跟翻住而家呢個表呢，呢個表喺你哋個筆記裏邊有啦。我哋應該喺明年嘅6月1號，我哋就應該全部塵埃落定㗎啦。即係話出年嘅6月1號呢，應該就所有嘅 IES 都遠離而去㗎啦，得唔得？應該冇嘢再做㗎啦。如果你6月1號都未交呢，咁你就冇㗎啦，得唔得？我哋個死期係守得好準嘅。呢個我原本諗住同你講，不過咁都牽涉好多嘢啦。譬如我問下科斯嘅某一位同學係咪男神咁樣，呢個例子我印咗俾你嘅，你翻屋企自己睇嚇。好嗱，咁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嘅 IES 嗰啲資料呢？嗱，首先你記住份 IES 呢係你嘅嚇，我哋學校冇責任一定 keep 到你所有嘅文件㗎，因為去考公開試嗰個係你。我哋學校我哋會收你一份 hard copy， 即係列印本，亦都會收你檔案。但你難保迷你倉都會大火啦，係咪？我哋幫你收完嗰份報告，可能我哋未俾教育局之前，突然間某個 locker 着火，跟住冇晒啦，係咪？所以呢，記住個站喺你度，所有嘅檔案呢，我哋評核過你啊，咩 mind map 又好啊，或者今日要你翻屋企做個表格呢，你點都要留一份底。喺我嘅立場嚟講呢，就係影印。譬如話，阿陳思曼要交份功課俾我嘅，明明8月23號嘅，我好憎佢啊！佢明明交咗，我話我冇收到啊！哇，好麻煩喎，點算啊？點證明我交咗啊？你起碼影印多份先。如果唔係，到時我話你冇交，你由頭做過，可能做唔到係嘛？所有你嘅 IES 你做過嘅嘢，你唔該都 keep 個 copy。如果你係打字嘅，極之簡單啦，係咪？你 save 個檔案咪得咯。所有嘅嘢你要 keep 個 copy。同埋考評局佢會講明佢離身啊，佢真係有權去 check 你㗎。譬如話，因為我見到阿姚志嗰份IES 做得幾好喎，我就想知道係咪真係佢完全係由頭到尾自己做嘅。於是姚志，麻煩你將你由頭到尾成個 IES 過程裏邊所有嘅工作紙俾一份我睇下嚟啦。佢有咁嘅權利嚇，咁但係你要齊喎，你唔齊到時我哋好尷尬喎，係咪？咁同埋咧，你哋要我哋會俾一份書信你要簽名。嗱，我哋學校咧就幫你去登分，幫你改 IES， 幫你將個分數講俾考評局知。但係我哋冇責任證明嗰份嘢真係完全係你嘅手筆嘅。所以咧，你要簽一份文件，嗰份文件真係有法律效力㗎嚇。你要證明嗰份嘢係你自己做嘅，得唔得？嗰份嘢係你自己做嘅。我哋睇到你呢個簽名咧，就信你冇抄襲㗎啦，得唔得？你知唔知抄襲好大鑊㗎？嗱，違規咧通常有2種嘅。第一種咧就真係抄，但係你明白喎，要抄得好有技巧喎嚇。你唔多唔少，你啲二手資料都要抄㗎啦。但係你抄嘅時候，你要用引用咯，即係話你要講俾人知你邊一部分可能真係抄嘅。尤其是二手資料，一陣間我會有少少時間可以講二手資料嘅，詳細啲講。如果你真係抄，你又冇註明出處，你可以有咩後果呢？你可以通識科降一個 grade， 即係舉個例，你出去公開試，你明明係攞4嘅，佢可以咧有你冇你降咗3先，降完3唔係就完㗎，你個 IES 可以當0分㗎，咁即係話最後你3都冇㗎，甚至有啲嚴重啲覺得，哇！你真係好抄得好離譜喎，佢可以點呢？嗱，佢咁樣講啫，但係我知道好似未做過就取消晒你全屆文憑試全部成績㗎嚇，佢可以去到呢個地步嘅。嗱，我哋老師都盡量去幫你，令到你冇得抄襲。
即係例如話你將一啲文字要引述嘅話咧，我都教你點樣有技巧。但係如果真係太離譜啦，4500字裏邊真係有成2000字，根本都唔係你作嘅，你直接 copy and paste。即係實際上而家啲電腦實在太方便啦，即係忍唔住啊！你見到哇嗰篇文寫得好好喎，我又爭嗰千零字喎，佢又咁少千零字喎，佢仲係同我嘅字形差唔多喎，不如黐埋落去啦。我哋睇到啊，一睇到就好大鑊㗎啦。嗱，呢個係第一部分，你有機會違規嘅。我哋盡可能同考評局搞到你一定冇得抄㗎啦，得唔得？你一定唔會抄襲。我哋聖文德書院嘅學生呢係唔會抄襲嘅，得唔得？咁大家個信字啦。第二樣呢，嗱呢個多啦。我哋雖然聖文德書院嘅學生係唔會抄襲啦，但係遲交係好弊。嗱，考評局佢講到明㗎，你每遲交一個工作天呢，喺佢嗰部分呢，佢又話扣你0.5分，係最少。我哋唔可以唔扣㗎，係一定要扣㗎。但係喺我哋嘅層面呢，我哋原來做唔到喎，因為我哋俾嘅分數係整數。所以我哋聖文德書院，如果你哋交 IES 裏邊嘅嗰啲A 又好 B 又好 C 又好 D 又好，或者成份都好啦，你每遲交一日，我哋係扣1分。即係舉個例，如果你嗰篇 IES 嗰部分明明係攞8分嘅，明明攞8分㗎啦，你遲咗一日交。咁我哋就要俾7分你㗎啦，係真嘅喎！我哋唔係見你遲少少就算啦，冇啊！平時啲功課可能就遲少少啫，係咪？但係 IES 要公平㗎，我哋要對全級嘅同學負責，你唔可以遲交。所以我建議你咧，我哋頭先 show 俾你講5個 deadline 咧，嚟緊第一個就8月23號啦，你就唔好8月22號先至做咯，你預早1個禮拜做咯，你就唔會遲㗎啦，得唔得？咁如果真係連續你6個上課天，哇個幾禮拜㗎咯喎，咁就會出 warning 㗎啦。通常出 warning 你都好弊啊，嗰封信就真係考評局會 keep record，就唔係我哋學校裏邊校長都搞唔掂㗎。嗰篇文嗰封信係考評局出嘅。咁如果真係最後都唔交呢，就當0分，當0分等於咩呢？好難喺公開試度攞到4㗎啦。勁到爆你都攞唔到4㗎啦！如果你本身係一般嘅學生攞3到嘅咧，你如果冇咗 IES 嗰20分咧，你甚至好難合格添。所以你記住好小心。我哋有冇時間可以做到少少題目咧？嗱，打開你嗰個筆記裏邊應該有呢一版嘅。我想同你練少少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最後咧8月23號交翻俾我哋嗰啲題目咧，就會亂七八糟嘅。嗱，點樣為之一個合理嘅題目？你可以揀嚟做咧？嗱，唔一定跟翻我而家呢個 pattern 嘅，一陣間阿林 Sir 都會俾幾個方向你嘅，嗰啲方向係好嘢嚟㗎，你跟翻咧就冇蝕底㗎。但係呢度咧，我想同你做少少嘅測試。嗱，你而家見到咧呢度咧，第一樣嘢就係，咁你做嗰個議題有冇爭議性先？我哋話係通識科嘅 IES， 咁你唔多唔少要有爭議性喎，你冇爭議性冇用㗎喎嚇。好啦，咁而家你見到有1、2、3、4，有冇同學睇唔到、揾唔到？揾唔到都好，你要望得到個 screen。阿朱姐，你見唔見到呢啲字啊？見唔到嘅話，你睇唔到你自己份筆記啊？有，好啦。阿朱欣彤，幫我指一個科 B 嘅學生啊，隨便舉一個科 B 嘅學生啊。下邊個啊？佢瞓咗覺喎。哦，嘉耀，好，嘉耀啊，你而家見到嘢1、2、3、4啊。第一條係講呢個中電啦，第二條係講呢個咩空氣裏邊有害物質啦，第3就係石油氣的士啦，第4係同性戀啦。呢度呢4個題目裏邊，你覺得有邊一個或者邊2個或者邊3個肯定唔可以做通識科嘅題目啊？好啦，阿嘉耀就話4同埋3嘅係咪？好啦，我哋一齊投票啦，我哋一齊舉手，大家仲有手㗎嘛係咪？兩隻手嗱，我好自由嘅，我俾你揀，你可以揀舉左手或者舉右手喎。嗱，我而家讀嗰條題目，你話俾我知嗰條題目可唔可以做通識科嘅 IES？ 如果你覺得可以嘅，你就舉手，得唔得？如果你覺得唔係咁好喎，你就唔使舉手啦，得唔得？由第4條開始先啦。同性戀者對石油氣的士嘅睇法，做唔做？有冇得做？冇得做。有冇同學覺得可以做？好有爭議性喎！一見到同性戀者就好爭議性㗎啦，係咪？哇，仲有呢個石油氣的士喎，哇，能源科技環境喎。好啦，我見到陳明飛好好嘅，第一個領頭。阿陳明飛可唔可以話俾大家知點解呢個題目冇得做啊？冇爭議性。
OK， 嗱，首先咧，我陳明飛有睇到一樣嘢就係呢個講漢法喎。漢法你唔同持份者有唔同，你而家針對緊一種人叫同性戀者，佢有冇爭議性咧？嗱，我反而覺得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 point， 令到我肯定唔會舉呢條題目嘅。有咩原因我唔會揀啊？葉小姐想講嘢啊？講1分鐘好啦嚇。係。即係美國先至有合法化嘅同性戀者。咁嗱，咪先嗱，唔緊要，大家各自發表意見。陳明飛覺得呢個冇爭議性。葉小姐就話呢條題目應該美國先至好做。咁仲有冇其他諗法？唔緊要嘅，都啱嘅，可能我冇話錯係咪？你咁逃避我眼光？喂，你舉一個科 A 嘅同學個名出嚟。舉完人舉手，你想講嘢啊？講。係阿余君晴想講係嘛？阿余君晴幫手講啊，佢想講咩啊？咪就係咯，哇！呢個講出重點來，突破盲腸係嘛？喂，點解呢個議題同同性戀者有關呢？即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即係唔係話你冇爭議性，但係問題你同性戀者同蛇的士有咩？咁點解我冇講我咩性戀者？點解我又唔問得，我要問佢咧？你講唔出個理由喎，得唔得？嗱，所以呢個題目真係亂嚟嘅。好，第三條，香港使用成人去的士嘅歷史同現況。喂，你覺得呢條題目有得做嘅，舉舉手先。真係冇。阿廖輝又指一個科 C 嘅同學嚟聽下。你揾第二個字啊？哦，好啊，我揾阿劉紀南，你幫我指一指鄧澤怡啊。喂，鄧澤怡，喂，等。點解你覺得呢條題目冇得做啊？第三條。因為呢一條冇爭議性。嗱，呢個就真係冇爭議性啦，講歷史啫嘛，事實啫嘛。我點樣去揾資料啊？我真係揾本書去抄啫嘛，冇得做，因為嗰啲係事實嚟㗎嘛。嗰啲成日去的士歷史係點樣？其實現況都仲有少少爭議性嘅，不過呢個就係講歷史已經冇得做啦。好啦，第二條，研究不同空氣中各種有害物質對身體的危害。有冇邊個同學呢條題目係讀？有冇同學係又讀 Chem 又讀 Bio 㗎？唔好唔認啊！你哋啊，有冇同學又讀 Chem 又讀 Bio 㗎？冇辦法啦！問你有讀 Chem 讀 Bio 係嘛？哇，咁都揀嘅。好啦，嗱，呢位同學咧有讀 Chem 有讀 Bio， 我就問下你啦，空氣裏邊有啲咩有害物質啊？隨便講一講。咩嗰個咩 NO2 咯？二氧化氮。好啦，跟住我又問啦，咁二氧化氮對身體有咩危害啊？唔知。嗱，呢啲又唔好啊！問一個知嘅，我哋講哮喘。喂，唔使你研究啦，佢都知啦。佢點解都知啊？上堂老師教㗎嘛。你根本呢啲又唔使做嘅。好啦，嗱，最後一題，中電應否喺西貢清水灣興建風力發電場？阿劉可怡，唔好玩遮字先，你舉一個科 B 同學個名嚟聽下。歐陽，你教品。做咩啊？第一題教我做，有冇做？冇。有。嚇？咩啊？你叫我答有嘅。咁我話俾你知係有得做，點解有得做咧？咁首先解決咗剛才同我講話呢個有爭議性啦，有啲人覺得係做到嘅。應該可以做到嘅，有爭議性。有啲人覺得喂唔係喎，行山我唔想見到你嗰個風力發電場㗎啦，佢唔係動一支風車咁簡單嘅喎。當年我記得，如果我哋要香港有5% 嘅電力係來自風能呢，嗰度講緊係要成個九龍，即係界限街以南嗰部分咁大面積嘅風力場先做到嘅喎。如果真係做晒，更加冇可能喎，係咪？咁即係話，如果你話嗰度應唔應該做？有啲爭議性啦，不過坦白講啦，我都覺得呢啲題目都唔好，其實4個都唔好，咁最好4個都唔好做啦，係咪？好，再睇下第二個啦。第二個點講應唔應該涉及咩持份者分歧？咁其中咧，我唔逐題問啦嚇。其中我想問一個就係第二點嘅第二條啊，香港應該實施戶外公眾場所全面吸煙。嗱，首先你要明白咧。
禁煙，唔好意思，首先要明白咧，呢句唔係中文嚟㗎。即係如果中文嘅問題，佢唔係應該咁問㗎，係咪？唔係話應該實施戶外公眾場所全面吸煙問好，呢個係中文嘅問題。但係我哋估到佢想問乜？我想問下呢一個你會唔會揀嚟做啊？阿林煜泰，你會唔會揀呢條題目做啊？如果窮途末路，你做唔做啊？你會做，點解你會做呢？因為有得做啊嘛。OK， 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樣係冇有得做啊？但係有得做之餘咧，我想問下。咁你研究，如果你淨係二手資料，咁你咪睇下啲報紙啊，睇下啲書咯。但係如果你想去做下啲訪問或者係派下問卷，咁我想問下，你逃避我眼光望啊？我問你啦，係咪？喂，咁你會問邊個呢？我哋香港應唔應該實施戶外公眾場所全面禁煙？你應該要問咩人？或者咁講啊，有乜嘢人係持份者？煙民啦，係咪 ？OK， 煙仔唔係啊，係咪？煙民係嗰支煙唔使問佢啦。係做啲咩？可能係政府啦，做咩啊？普通市民啦，有啲唔普通嘅市民，即係普通嘅市民就係即係吸煙嘅市民啦，係咪 ？OK， 或者唔吸煙嘅市民啦，係咪？咁你可以問政府啦，等等等等啦，甚至可以再數落去咩學者嗰啲，你數埋好多啦，係咪？都 OK 嘅。嗱，第三嗰個咧，佢話應否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嗱，呢個我有少少嘅保留。呢個係有啲難度嘅，咁呢種題目都算吧啦。好嗱，第三點嗱，我睇第三點啦。嗱，呢個我要傾。有啲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啲同學做出嚟嘅題目咧太闊啦，好少太窄嘅，太闊就會多啲。譬如話，你見到第一題，去探討香港勞工福利是否足夠嗱，我坦白講，呢條題目係唔好嘅。但係如果你要收窄嘅話，你收到幾窄會比較好咧？有冇啲大家個腦可以活啲？因為你8月都要交㗎啦，你而家開始諗啦。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啲同勞工福利有關嘅題目，呢個係好闊嘅喎。你如果真係要做呢個方向，你可以點樣收窄？你覺得會比較好啲啊？嚇？我問下你啫，我知道你講嘢，你講。講咩？咪點樣？你點樣收窄呢個範圍啊？點收窄？點啊？員工福利？即係例如話你淨係舉一個勞工福利啦，即係佢可能客觀啲可以量度㗎啦。你要研究一樣嘢，你要量度得到啊嘛。如果咪點樣做研究咧？可能你就講緊咩啊？可能下邊都有提及你啦，個最低工資啦，或者可能有啲譬如話我哋嚟緊我哋有機會探討嘅標準工時啦。你將佢收窄到成為1、2個議題，咁會容易啲做啦。下邊都係啦，第三題，全人類望一望第三題，第三點嘅第三題。有咩問題啊？探討香港嘅貧富懸殊，我哋好中意貧富懸殊呢個字啊嘛，是否嚴重？阿葉仔你想講嘢喎，係咪？有咩意見啊？哇！呢個題目好毒㗎，我即使 cut 咗個日益，是否嚴重都有排搞啦，係咪？有咩難度啊？呢個題目有咩難度啊？貧富懸殊，首先你要定義咩叫貧富喎，係咪？仲有咧嚇？係嗱，我講重點啦。首先，貧富懸殊個詞彙已經好難定啦，因為如果你話跟翻政府個定義，好多係窮人都係有錢人㗎嘛，係咪？你要定得好啦，同埋佢要點樣為之嚴重先？你要量化咗一樣嘢，好多時你就要喺 A part 最後嗰段度講明乜嘢叫做嚴重。嗱，好多時呢個彈性就喺你度啦。譬如話香港嘅人嘅生活素質係點，你嘅研究寫明點樣為之係好，點樣為之唔好，然後你嘅研究就集中睇下佢哋好唔好咁就得。舉個例啊，譬如話貧富懸殊，我就係睇好簡單啫，客觀我睇堅尼係數。於是你嘅研究收集晒啲資料，發覺原來香港嘅堅尼係數係幾高，然後睇埋其他嘅數據，咁你就可以好斬釘截鐵話俾人知係高啦。你首先喺你個內容裏邊定義得清楚呢，咁就冇死啦。睇多少少啦，我哋跟住再跳啦嚇。第四點，哇！呢個可唔可行做？今次過去 A 班嗰邊睇啦。嗱，而家有4條題目，1、2、3、4啦。邊一條你覺得最冇可能做？第一條就係中國改革開放嘅成就同埋啲挑戰啦嚇問題啦。第二條就係我哋香港人嘅代溝同埋歐美家庭嘅代溝啦。第三係大埔廣福村嘅傷殘人士輔助設施是否足夠啦。
哇，好準確。第四就係689是否689咯嚇。邊一個肯定你覺得冇得做嚇？第4題冇得做 ，OK？ 點解冇得做？唔係嚇，因為係事實，冇咁咪唔得喎。因為點解？你問邊個先？你點樣做先？例如話，你會我睇下陶傑嘅文章，我睇下李怡啲文章，嗰啲文章都唔可能話佢一定係或者一定唔係㗎嘛，係咪？冇得做。中國改革開放嘅成就與問題有啲乜嘢原因？呢條唔係好題目。記唔記得頭先講過咩空氣裏邊啲污染物對身體嘅禍害啊？嗰啲係事實嚟㗎嘛，現況嗰啲嘢嚇，即係完全係即係書裏邊已經有啊，冇乜，唔係話冇爭議性嘅，即係話完全係你已經定咗個內容係咁啦。我想問下你，點解第2題都有啲難度係我都唔建議你做咧？點解第2題唔好做咧？點解第2題唔好做咧？你幫我叫一個科 A 嘅同學，我就唔問你啊。阿張修如啊，嚇？點解呢題唔好做咧？呢個本港與歐美家庭嗰個，因為等下先，因為我都唔知喎。你呢個題目係唔好做嘅，點解唔好做？因為離開咗香港。OK， 即係有啲唔離開咗香港。嗱，不如咁啊，唔係話冇得做嘅。你代入下你個情景，如果你真係要做，你點做？飛過去啊！哇！即係歐美家庭就要，哇，好大鑊喎！歐同美喎，你仲要歐洲，你去邊個國家？有冇指定啊？美國咁多個州，唔同州有唔同玩法。嗱，首先呢個題目係唔好做嘅，唔好做嘅原因係咩呢？你好難掌握到第一手資料，甚至我估你做得呢啲題目呢，你冇可能係第一手資料㗎啦，你只可以係睇下啲現有嘅研究，睇下人哋歐洲幾個國家或者美國幾個國家，甚至我唔單止我話歐美，我淨係話比較本港與美國嘅家庭嘅代溝問題。我覺得呢，你唔係話係咪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問題，而係嗰樣嘢可能牽涉嘅嘢係好多因素㗎，你冇得逐一比較，仲係最緊要嗰樣嘢咧，你得4500字啊嘛。你如果真係做呢個題目啦，你45萬字都未必做到啦，係咪？所以亦都做唔到。好啦，下邊啦，第6點，試指出具以下背景興趣。記唔記得剛才我話過俾你知咧？你做啲題目除咗有爭議性咧、有意義之外咧，要有趣。點樣為之有趣咧 ？IES 咧，你一生人應該做一次嘅啫。你一生人只會做一次 IES 嘅啫。呢個 IES 咧，你係要用9個月先至做完嘅嚇。當然啦，如果你第時讀大學，可能仲有好多論文要寫，都係橫跨幾個月啦。但係可能你係一生人裏邊唯一一篇你要做9個月嘅功課。咁如果呢個9個月嘅過程裏邊做嗰個題目係悶蛋到爆嘅話咧，你好難捱得住落去㗎。即係明明你對呢個吸煙或者吸毒冇乜興趣，亦更加冇任何相熟嘅朋友係呢啲人，你夾硬要做一個同吸煙吸毒有關嘅議題咧，你好艱難㗎。咁你諗下你自己有啲乜嘢係喜歡嘅啫？舉個例啊，Facebook 啦，呢啲好舊嘅題目啦，但係都仲有人做㗎嚇。有冇同學好中意政治㗎？少啲啦，係咪？中意環保咧都有嘅，係咪？中意 K-pop 咧又多啲喎。你可能有一啲嘅題目，你本身自己都有興趣做，甚至啊，你本身好想知嘅。譬如我記得以前我試過有個同學就係究竟江若琳有冇整容啦，於是佢因為佢中意江若琳，佢唔係中意佢整容，於是佢就研究唔同嘅報章雜誌，影佢啲相啊，幾多年前同佢而家嘅樣，跟住就問下啲同學佢有冇整容，跟住就整理咗啲嘢。咁當然啦，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冇意義嘅研究咯。但係佢就好 enjoy 嗰9個月嘅過程，因為佢好想知多啲嘢嚇。咁佢呢係佢自己自發嘅。你又諗下，你有冇啲咩議題你好喜歡嘅？你唔好下下我哋俾你做啊，大佬！我哋而家要 IES 係你做啊嘛，唔係我哋俾你，唔係我哋要你做啊嘛。嗱，你8月23號就要交題目啦。喺呢段時間咧，你要預備定諗下有啲乜嘢。阿陳思曼預備定咯喎。
呢度有5個，呢個我冇記錯應該係邊個呢？好似賴德忠嘅。嗱，呢度呢，我冇印俾你，我試下讀俾你知。有乜嘢方法可以容易啲揾到靈感呢？你今日開始翻去諗啦。你諗得1個禮拜至2個禮拜到呢，你應該唔會再點樣變㗎啦。你揀咗最喜歡嘅。第一樣嘢就係你睇翻你本通識書，你掀翻呢個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同埋今日香港，硬有啲可能你發覺係有得做嘅議題嘅。咁第二就係嗰啲題目要 hit 啦。點解呢？你如果嗰個議題唔 hit 冇新聞呢，你揾唔到背景資料㗎。一陣間我想你哋每一個議題裏邊翻屋企呢，都應該揾到最少5篇剪報啊。如果你揾唔到，根本嗰啲冇得做啊。個人經驗啦嚇，譬如講你自己對啲咩題目有興趣啊？可能對呢個青少年上網打機啊嗰啲啦，睇翻你個人啦。暗方法係咩呢？今年班中5咧，佢哋做咗㗎啦。咁我唔係叫你抄啊，千祈唔好抄，抄係好大鑊㗎。你問下佢哋嗰陣時點樣揀咯？即係譬如話你問翻個中5嘅師兄師姐，喂，嗰陣時你做咩題目啊？點解揀啊？跟住你自己諗下，你會唔會同佢同一類人咯？咁我估你嘅題目嘅方向會好類似咯，係嘛？即係譬如話你探討某個議題對社會嘅關係啊、影響啊。或者某個現象，而家第3點啊，某個現象點樣影響另一個現象啊？通常啲格式都係咁嘅，得。咁呢間係另一間學校，伯特利中學呢，佢哋係用咗咁嘅方法啦。佢哋咁做咋，我哋唔係咁做㗎。其他學校咁做，知己知彼啊。佢哋間學校呢，就定咗28個方向。佢哋間學校就6班，每班大約係30幾人，咁就應該加埋有100幾200人啦。佢哋就每一個題目啊，可以容許5個小朋友揀。咁佢就寫定啊，譬如新聞自由啊、中港矛盾啊、韓流啊等等。然後佢哋咧就好似你中文科演講定辯論咁樣就認頭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唔係咁自由嘅方法，但係佢可以幫到咩人呢？佢幫到啲完全唔知自己想點嘅人嚇。咁但係我哋學校就唔係，我哋好自由噶。你任何嘅題目都得。不過你記住8月23號交到就得啦。咁我好想呢，唔同嘅老師有唔同方法啦。有啲老師可能用 Facebook 啦，有啲老師會用 WhatsApp 啦，甚至電話啦。你唔該喺交你8月23號之前呢，最遲你7月底好諗啦。諗定咗之後，你通知翻你哋任教老師，問下佢有冇得做。可能有啲題目你覺得好有得做，我哋經驗豐富，一睇就知你死梗㗎啦。咁我哋多啲溝通啊！嗱，呢個係格式，我印咗俾你嘅呢個。呢個呢就係講咗你嗰啲題目應該係用乜嘢嘅字眼嘅。譬如話能否提高啊，能否達到啊，係唔係利多於弊啊，是否有效啊，是否同意啊？你照翻呢個格式寫嗰個題目就冇死㗎啦！呢個好，咁我就我剛才講嗰啲嘢呢，係以往阿江 Sir 講咗一次嘅。咁我而家想講多少少就係因為嚟緊我哋因為一個受規範嘅 IES 咧，有啲嘢我哋有時會唔為意，但係我哋踩落去，甚至我哋踩落去咧，我哋唔知㗎嚇。咁係啲咩咧？就係嗰個二手資料嘅引用問題。個漫畫我就應該冇印俾你嘅，但係咧我就後邊睇到係嘛？阿葉手機見唔見到嗰個字啊？見到我嗱，而家見到咧係2個漫畫，上面嗰個漫畫咧。有2個男人嚟嘅，唔好意思啊，2個男人。熒光幕左公右嗰個4眼男人咧就話啦，報紙寫一個人叫阿詩就提到乜嘢，跟住中間綠色底色嗰個圈圈嗰個咧就話乜乜乜，跟住詩説的。最後4眼仔就同嗰個另一個長頭髮嘅男仔講啦。阿詩曾經提到説，嗱呢3個情況呢，都好似係啲二手資料，因為嗰個來源係報紙啊嘛，係咪？但我想問下你，呢3個二手資料會有啲乜嘢嘅分別？尤其是係你代入翻你係長頭髮嗰個粉紅色衫男仔，你聽到個4眼仔咁講，你會覺得佢講嘅嗰3篇説話會有啲咩分別？或者咁啦，從可信性嚟睇啊，譬如我當詩係梁振英，咁於是呢，第一格嗰度就話啦，報紙詩咧就話梁振英咁嘅咁樣，
第二格咧就話，可能阿梁振英講句咩説話，照抄，跟住就係梁振英講嘅。跟住最右手邊咧，佢就冇講過話係邊度來源添，佢就話梁振英曾經講到係咁。咁如果淨係睇可信性嗱，呢個三樣都係二手資料啊嘛，你係粉色衫嗰個長頭髮男仔啊嘛，三樣都係二手資料嚇，甚至可能唔係二手嘅，三四手噶啦。邊一個最可信？即係如果假設呢個四眼仔佢唔係好憎梁振英嘅啫，佢淨係講翻佢知道嘅事實話俾你知，你覺得邊一個係最可信啊？阿劉可怡，邊個最可信啊？而家左中右邊一個嘅説話係最可信啊？同埋順便講埋我哋知點解。咁啊，趁咧嗰啲女仔喺度揀緊題目嘅時候咧，我想同其他同學講嘅嚇，佢哋心中有數噶啦。你睇二手資料咧，好多時你發覺咧，佢唔係講緊事實噶嘛。同一單新聞，不同報紙報導，加上不同形容詞，結果可以唔同。我教通識嗰兩班應該聽我講一個例子啊，就係當年赤柱有棵大樹砸死咗個香港大學嘅女生。咁於是有兩份報紙，一份報紙咧就話哎呀好慘啊，香消玉殞啊，靚女啊，有高學歷啊，死咗啊，點樣，即係好悲天憫人嘅。另一個就話死啦，即係星期六去玩啊，即係啊咁啊，即係你明個報紙嘅報格都有唔同嘅喎。咁如果我淨係睇一份報紙咧，我睇 A 嗰份報紙，我覺得哎呀真係好慘啊，死咗個女仔啊，真係唔抵啦。睇第二份報紙就覺得哇要抵死啊，呢啲人走去玩。係完全唔同噶，但係佢報導緊同一篇新聞啊，所以你睇報紙都要有分別。阿劉可怡俾個答案大家啦，左中右，左係最可信啊！唉，陰公豬啊！萬權見你笑到狗頭咁樣，萬權左中右，邊個你覺得最可信？嗱，假設佢係照翻個事實講出嚟，嚇？陳思文先係講左，你頭先講左中右啊？左。萬權咧？中間 OK 啦。嗱，阿萬權話中間，點解中間嗰個比左邊嗰個更加可信啊？唔係，嗱，而家都係報紙寫，不過咧一個報紙係寫咩咧？就係佢話而家四眼仔話俾嗰個長頭髮嘅人知，個報紙咁樣寫。咁但係咧中間嗰個係咩啊？嗰個人啊，阿梁振英啊，佢講咗句乜嘢？佢直接引述翻出嚟，即係舉個例，阿梁振英成日講一句説話啊嘛，我哋香港政府咧係會依法而治啊嘛，聽過啊？嚇，未聽過？冇聽過？你有冇聽過梁振英講句説話？我哋香港政府會依法而治啊？林 Sir， 你有冇聽過啊？你都冇咁大鑊，阿美蘇你有冇聽過啊？唔係啩？喂，唔緊要，我一定揾到，我喺撈嗰度 download 篇。我哋成日咧講法治嘅時候，有冇記嗰個法治同以法而治係完全係兩樣嘢嚟㗎嘛？我哋成日都會講，哇！你梁振英講話依法而治，咪即係好似我哋講而家以法而治咁咯？唔緊要，唔係 sorry， 對唔住，我記錯，依法施政，聽過未啊？依法施政都未聽過？依法施政聽過啦嘛？依法施政係咪依法而治？依法施政嗱，譬如話而家中間就話啦，梁振英話香港政府會依法施政咁啦，係嘛？跟住咧，其實最左手邊嗰個咧，佢係報紙講梁振英，但係用咗嗰個記者嘅嗰個文筆寫出嚟㗎。佢講嗰樣嘢可以係有分別㗎。而最右手邊咧就肯定唔好信啦。點解啊？右手邊咧，你見到嗰個四眼仔一睇就知道黃洋達留長頭髮㗎啦，係咪？佢話梁振英曾經講過乜？佢完全冇任何嗱，記住啊！你對長頭髮嗰個男仔嚟講咧，全部都係二手資料，但係應該要分得清楚邊一個係較為可信，得唔得？有分別㗎。係下邊睇唔清楚，好弊。嗱，下邊嗰個先至最正。下邊有3個女人，第一個咧係一個一手資料，佢自己走去做咗研究，喺佢嘅研究就發表翻出嚟。
其實我都好想你哋如果有時間，即係可以做下呢一手資料嘅，去做下問卷啊嚇。前人冇嘅，我記得上年我曾經俾過一個同學咧，佢做一個課外活動，呢啲題目唔好做啊，太悶啦。佢做呢個中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有啲咩嘅難處定係影響咧？佢咧就抄咗30年前一位而家係中學校長退咗休㗎啦，同一篇嘅研究。不過佢就套用翻喺30年後呢個嘅社會做翻一樣研究，然後佢就做咗個比較，明晒係嘛？科 A。咁呢個比較呢，佢都係第一手資料，不過佢用埋人哋嘅第二手資料，從而比較過去呢30年香港中學生有冇啲乜嘢嘅變化。咁佢有好高嘅嗰個手法，但係你會話啦，話我暑假好忙喎，仲要補課，你 IES 仲要走去做問卷，我頂你唔順啦。咁點算啊？嗱，有人會咁嘅，好似中間而家呢個肥肥哋嘅女仔，佢就話你嘛，佢做二手資料，佢唔係自己去做研究，佢就參考最左手邊好瘦呢個戴咗眼鏡嘅學者嘅研究。呢個係嗰個女仔去做嘅啦，呢個已經係二手資料㗎啦，因為佢唔係自己前線去做研究啊嘛。而佢係睇人哋一手嘅研究，再經過去整理，尤其是可能佢唔係淨係睇一個教授，去睇唔同人去做一個，譬如話，我記得最近又出咗港大民意研究，講咗而家香港人有幾多人認為自己香港人啊、中國人嗰啲啦，係咪？佢久唔久每幾個月做一次嘅。中大又有做嘅，你發覺比對翻港大同中大咧，嗰個上升下跌咧，都唔係完全一樣嘅。但係你可以比較不同嘅學者嘅研究，從而歸納到你自己一個最新嘅發現都得。咁而家咧就係中間嗰個女仔做嘅，佢就引用咗人哋左手邊嗰個女人嘅研究，然後就揾出個結論，得唔得？好啦，最右手邊而家呢個紮住馬尾嘅女仔呢，佢做一樣嘢，佢唔係揾人哋第一手資料去做研究嗱，你記住喎，其實嗰個教授揾一手資料啦，係咪？跟住呢，中間嗰個女仔揾出嚟嘅已經係二手資料，佢就冇去揾翻原本嗰個教授篇論文，佢就揾咗人哋嘅二手資料，再將人哋嘅二手資料整理變成佢嘅報告。嗱，嚟到呢一度呢，你會發覺呢，最好梗係最前線嘅資料梗係最好啦，係咪？但係因應你嘅局勢，你做唔做得到？我自己個人喜好啊，你做到中間嗰個女仔呢，都好叻㗎啦。你做到中間嘅女仔，即係話人哋譬如話消委會有個報告，咁新聞實有啦，係咪？咁然後呢，其實你已經引用緊人哋嘅二手資料㗎啦，你唔係一手㗎。如果你有辦法去揾到第一手資料，即係話最初嗰個研究嗰個人嘅報告呢，更加好，得唔得？二手資料有啲咩類別呢？嗱，呢度講埋啦。嗱，你哋要揾資料，揾啲咩資料呢？報紙、雜誌，好容易揾啦，係咪？OK 係嘛？書籍最好嘅，不過係最唔 update 嘅。你揾任何一本書，佢裏邊好詳細內容，但佢最多俾背景資料你，但佢一定唔會俾啲最新嘅資料你。佢俾到好多資料你，但係佢資料一定唔會最新嘅。出一本書都幾個月啦，係咪？互聯網會㗎啦，係咪？但係你要識分真假喎，得唔得？互聯網好容易啦，係咪？攞到資料啦，要識分真假。影片你哋而家都仲可以，有啲同學會揀啲咩鏗鏘集啊、新聞透視嚟攞二手資料嘅，得唔得？都可以，不過你要睇啦。政府檔案好好啊，係嘛？文獻即係真係啲學者寫嘅。呢度我印咗俾你，我唔詳細講啦。嗱，留意下邊有一個叫做 Wise Search。嗱，我哋今年嘅暑假就冇可能俾你用到啦，因為2樓、5樓嘅電腦室裝修。但係呢，因為你哋而家要揾一啲題目啊嘛，我哋學校其實應該會買咗一個嘅系統啊，就喺呢個校網。你去校網呢，你見到有 Wise News 嘅。不過呢，我哋買咗嗰個版本呢，就只係學校嘅電腦用到嘅啫。你喺學校任何一部電腦，你直接撳翻校網右手邊有個叫 Wise News 呢，佢就會彈咗你去一個叫 Wise Search， 而家黑色底白色字嗰個位。嗰個位有咩勁呢？
你只要打任何一個嘅詞語落去，佢會揾晒全香港所有嘅報章甚至雜誌裏邊有呢篇報導嘅嗰篇報導，即係話有呢個字嘅報導，你就可以成篇報導抄走咗佢啦，然後翻屋企慢慢將佢提煉成為你嘅研究。咁呢個我哋遲啲有機會可能要到開學先用得噶啦。知啲問題頭先講咗啦，亦都唔關我事啦，我唔講字啦。剛才講咗你揾二手資料咧，有啲地方你會常用嘅 Google 啦，但係 Google 唔係真係 Google 㗎，我哋去嗰個叫 scholar.google.com 呢個稍後我會印俾你啦。睇網站咧，如果睇報紙咧，我極之建議你咧就唔好睇文匯大公，亦都唔好睇東方太陽。蘋果都唔好睇啦，星島最近都唔係好好睇啦，咁我就會喜歡去明報睇嘅。頭先講咗你翻到嚟學校就可以 Y search 啦，但係如果你屋企你用唔到呢，我建議你去明報嗰個網站，其實佢有個搜尋器嘅，你只要喺嗰個明報網站個搜尋器度打任何一個，譬如話貧富懸殊啊，或者係機場第三跑道啊，佢就會列晒所有明報有報導嗰篇報導嘅文章，你就可以抄走佢啦，得唔得？咁另外其他嗰啲啦，立法會文件啦，等啦。嗱，嚟緊你要做功課嘅，大家攞翻你嘅筆記嚟睇一睇。第幾頁啊？打開第11頁，唔該晒。好，全人類打翻開你而家嘅筆記第11頁。咁你8月23號翻嚟通識科補課，你要做啲咩呢？你就要同我填咗第11同埋第12頁嘅框框。嗱，呢度個位可能未必夠㗎，你可能寫好多字㗎嘛。如果你真係發覺呢度嘅位唔夠呢，你自己影印又好點都好啦，或者揾張附加嘅單行紙寫翻。嗱，咁要做啲咩呢？嗱，大家拎住第11頁睇，你寫翻你嘅名啦、班別學號啦、任教老師啦，分數唔使寫。跟住下邊呢，你就要開始寫翻你嘅題目啦。你嘅題目係真正嘅 IES 題目，跟住你講翻裏邊嘅作答方向，然後有啲咩持份者等等。我極之鼓勵你掀去後邊第13頁睇下，有個做好嘅，唔係叫你抄呢個題目 out 㗎啦。佢講啲乜嘢內地孕婦。嗱，翻屋企你要做嘅係呢本小冊子嘅第11同埋第12頁個格式，你唔清楚，科 C 女仔睇下第13頁開始已經做好嘅。你如果發覺唔夠字嘅話呢，你自己再加單行紙，清唔清楚？補充。少更正啊！咁啊，為咗方便大家呢去繳交，全部要交 soft copy 加 hard copy， 即係到時你交俾我呢，就唔係揦住本嘢俾我，本嘢係嘥氣嘅。點解呢？因為太多啦，啲料你 keep 住佢，啲料正嘅，你見到行數係唔夠嘅。你望下你13頁嗰啲紙幾多，填唔到落去嘅。所以呢，方便大家做嘢，全部上翻我哋校網通識科 download 翻呢個空嘅框架先，然之後用你嘅 Word 或者 OpenOffice 打翻落去。我哋會收你嘅 soft 同埋 hard copy 嘅，全部電腦打，手寫唔收。重複一次，全部電腦打，手寫唔收，唔係玩你。點解？因為你打後所有都係電腦交嘅，你打咗呢，只有 copy and paste 嘅啫。阿姚志聽唔聽到？全部電腦打，手寫唔收啊！掂唔掂？好，林 Sir， 唔好意思啊，更正翻嗰個交。嗱，其實有幫，其實幫你嘅點解啊？你自己記唔記得最後你要交咩啊？你要交打字版本嘛 ，soft copy 啊嘛。你越早打字，你咪越着數啦，係咪？你 keep 住個檔案。嗱，呢個檔案個格式，我會擺喺校網裏邊嘅通識科網頁。你去校網揾翻每一科都有個網頁噶嘛。咁一陣間我完咗今日而家呢個講座之後，我就會擺咗喺校網嘅通識科網頁。咁呢個 Word 你揾唔到嘅呢，我另外再 send 幾個 copy 俾每一班嘅同學，甚至擺埋我 Facebook，跟住然後你自己 download 翻係呢個 Word 嘅。
第11頁嗰個 Word， 咁然後咧你翻屋企咧打埋佢啦。咁然後8月23號咧，你就要交 soft copy 同埋 hard copy。hard copy 係打印出嚟喎，列印出嚟喎，清唔清楚？有冇唔清楚？掂晒啊嘛，係咪？嗱，有啲要求嘅，麻煩你喺你揾資料嘅途中咧，為 4D 嘅女仔都唔好講嘅，如果唔係我哋又遲啦。嗱你應該要最少揾到5份資料。即係舉個例，你話機場第3跑道，我估你揾到唔止5份資料添。但係如果你揾嘅資料你搜集唔到5份呢，都唔好做啦，你盞搞嘅啫。另外呢，就希望有啲係數據啦、資料啦。譬如我呢度舉個例，阿江 Sir 上年嘅建議就係其中2份有啲好重要參考價值嘅事件或者數據啦。另外就有最少有3份呢，就牽涉啲睇法。譬如話你話講機場第3跑道，可能你揾到阿林超英前天文台長佢嘅建議咁啦，係咪？到呢度有問題先？到呢度有問題。嗱咁最後呢，我哋開始 IES 啦。咁你要預備定咩呢？你要有電腦，呢部電腦係唔會壞嘅。你要用嘅時候你就千祈唔好壞。另外就係你識用 Word 或者 Excel 啦，係咪？如果你淨係打字嘅啫，咁你唔使有任何統計嘅呢。冇繪圖嘅，你用 Word 都夠嘅。不過你嗰個 Word 呢，有個要求，你 save 完嗰個檔案呢，要我嗰個 Word 讀到嘅。你如果你 save 完嗰個 Word 我睇唔到，我都點知你交咗未啊？係咪？你咁亂嚟啊？將我圖 rename 做 DOC 俾我哋當交咗嘅唔得啦，係咪？另外呢係中文嘅。嗱，我哋係中文嘅通識科，而且我哋係需要有 soft copy。你千祈唔好手寫完 scan 俾我哋需要你打字，得唔得？你如果話我打字好慢嘅，唔緊要，你有朋友得唔得？咁同埋就唔好打完字唔 save 啦，呢啲傻仔嚟嘅係咪？同埋如果你係同家人共用電腦話，真係好重要，唔係話你阿媽害你嚇，真係好多時候你 save 咗一個 copy 喺個電腦嘅 hard disk， 到你臨交之前呢，佢就自然會壞㗎啦。所以你應該妥善利用啲網上資源。每一個中4嘅同學，你哋係有 Google Drive 嘅。Google Drive 咧喺理論上面而家係最難冧嘅一個 server。如果你擺完個 IES 檔案而令到個 Google Drive 冧咗呢，抵啦，係咪？你擺學校 server 都可以冧，你自己屋企個電腦都一定會冧。你擺去 Yahoo 都可以冧。但係 Google 係真係好穩陣嘅，得唔得？到呢度有冇同學有問題？補充，得係嘛？係補充幾個，補充幾個。嗱好，嗱留心。嗱呢一份功課呢，第11頁同埋第12頁，點解我哋需要你做？就係因為如果你做得好，你係可以將裡面啲資料直接 copy 翻落去你最終嗰份報告度。咁所以你一定係要諗清楚，究竟呢一份工作紙裏面有啲乜嘢重要元素係要有先。嗱，你會見到第一 part 係講擬定題目。嗱，頭先林 Sir 就教咗好多題目裏面嘅 technique 嘅嘢，但係題目裏面之後，你好似做中文作文咁樣，你唔係淨係有個標題就算㗎嘛，你仲要有個佈局㗎喎。咁所以啦，你要去諗清楚就係你呢條題目之下，你個佈局係點？咁所以就係會引申咗你喺第11頁裡面嗰個焦點問題。嗱，焦點問題係你成份 IES 裡面嗰個重點嚟。如果你個焦點問題一錯，一 set 得唔好，你係成份 IES 嘅 A、B、C、D 4部分都會受影響。咁所以啦，你要知道焦點問題究竟有啲乜嘢重要元素喺裏面先。第一，阿林 Sir 已經同你講咗，係要有3至4條焦點問題。3至4條焦點問題裏面係要有層次。乜嘢叫有層次？第一條焦點問題最簡單，你要列一啲現況出嚟俾我。究竟譬如喺呢一個議題之下，我探到第3條跑道，究竟而家嗰個升降量個情況係點樣樣啦？跟住第2條焦點問題，你就要從唔同角度去分析，即係等於你做剪報，你哋做 C part 嘅時候，未有一個左手邊有個格仔，跟住有好多條橫線，叫你用唔同持份者或者係用唔同角度去分析個議題啊嘛。咁你就要去諗
你第三條焦點問題會唔會係要 set 一啲焦點問題係關於你要從唔同角度去分析？C 班女同學。嗱，話俾你聽，點解你要 set 一啲焦點問題關於唔同角度？因為你睇 CD Part 佢個評分準則 ，CD Part 個評分準則就係你喺 C Part 嗰度，你一定係要用多角度去分析翻呢一個時事議題俾我。咁所以如果你冇任何一條焦點問題係能夠從多角度去分析呢個議題嘅話，你係會唔合格。好啦，咁跟住去到最尾嗰條焦點問題，最尾嗰條焦點問題有啲乜嘢重要元素？你就係一定要表明到你個立場。咁所以最簡單嘅處理方法就係你當好似一條評論題咁樣樣，最終我哋應否去興建呢一個第三條跑道？因為多 part 個評改準則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你能唔能夠做到一個叫做辯解論證，你能唔能夠引證翻你一啲過去你睇咗唔同角度去分析咗呢件事嘅時候，你最終個立場係咩先？咁所以啦，4條焦點問題你一定要有齊晒我頭先所講嘅3個重要元素。第一，現況；第二就係唔同角度或者唔同持份者點樣去睇呢一件事；第三就係你要俾翻一個立場我，得唔得先？咁所以啦，你有咗呢一個焦點問題嘅時候，跟住你就去翻11頁。中間個部分就係要帶出你成個嘅題目係點樣樣，所以嗱，你會見到月部分就係話，究竟呢條題目點解有爭議性呢？你就係去揾咗好多嘅資料之後，你話翻俾我聽，原來啦喺呢一件事裏面涉及到唔同持份者，呢個持份者之間原來有好多人有各自唔同嘅睇法嘅時候，我哋究竟應唔應該去推行呢一個政策呢？而且當我哋推行呢個政策嘅時候，可能政府會面對住啲咩困難呢？咁所以啊，你要喺呢一個嘅月部分嗰度，你就要帶出你點解咁想去研究。咁所以啊，你要見到，如果你月部分嗰度做得好嘅時候，你睇後面嘅 sample， 你哋嘅第18頁，你哋第18頁嗰度有個叫做引言嗰部分嘅。如果你成個月部分做得好嘅話，你係可以照呢一個嘅工作紙裏面嘅內容係貼咗落去做引言，咁所以就係你必須要係好認真咁樣去處理好你第11、12頁，特別係你個問題同埋問題之下嘅焦點問題。呢度有冇 OK 先？去到呢度有冇問題？冇問題嘅時候，咁就係你跟住就要去衡量啦。咦，我空有好多諗法喎，我諗住要去從唔同角度去分析，或者我要去諗究竟應唔應該做，咁我要揾資料啦。咁所以啊，你要見到你哋嘅筆記裏面第12頁就要你去嘗試一下，究竟你有冇足夠嘅資料去解答你3至4條焦點問題。而第12頁裏面仲有一個你好重要嘅位，就係你會見到有個特登要你做有個叫做概念詞嗰部分。點解要你做概念詞？喂，點解你要寫翻話咩？關於譬如第3條跑道，你要寫翻究竟可能對我哋個環境保育呢一個概念詞，或者我要寫翻可能對經濟嘅時候，我哋個經濟發展點解我哋要有呢概念詞？因為你睇翻你哋嘅第18頁右手片嗰度就有個相關概念，你係要列翻一啲概念詞出嚟，就係你成份嘅報告裏面究竟你用咗啲乜嘢概念詞去表達你嘅一啲睇法呢？咁你唔係就咁抄完嗰個概念詞就算嘅喎，你會見到呢一個概念嗰部分係會仲要多一個嘢，就係咁同你個成個 IES 有啲咩關係先？咁所以啦，你會見到喺你第12頁個工作紙嗰度就會出現咗個情況，就係問翻你自己呢一個概念你點樣去應用先？去到呢度有冇問題？咁所以點解你要做好11、12頁？就係因為第11、12頁你會見到就等於已經做咗你成份嘅報告裡面嘅第18頁裡面嘅所有嘢㗎啦。你做得好，所有引言、焦點問題、相關概念、研究方法就已經處理晒㗎。咁所以你返屋企去諗題目嘅時候，唔係就咁諗咗個香港應否興建第3條跑道就算，而係你要更加諗清諗楚你個焦點問題是什麼。
你一 set 得唔好，你成個 A、B part 就係會攞1至3分。A、B part 做得唔好，C、D part 都會做得唔好，因為你 C、D part 係講求你個辯解論證，係要你應用翻你前面 A、B part 裡面嘅內容去再加以發揮。所以你好 hea 做呢一份功課，你最尾就會攞一個好 hea 嘅分數。咁唔好問點解阿 Sir 你俾咁低分我？點解我明明已經揾咗好多資料，點解都係俾1至3分我？因為你個焦點問題一開始已經 set 錯，因為你個題目完全冇探究性。所以你喺呢一個7月仲有時間返嚟學校，你就好諗清諗楚呢條題目，約見你嘅通識科老師，去問下你通識科老師一個初步嘅意見，呢一條題目做唔做到先？你做唔到，你揾咗10篇文俾我都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啦，而家就話俾你聽，有啲乜嘢嘅題目我哋係會建議你做，有啲乜嘢題目係唔建議你做。嗱，因為最新嘅 IES 嘅玩法就係其實唔鼓勵大家，亦都覺得不必要係做一啲訪問問卷。咁所以啦，你所有嘅題目一定係要而家現成有，我可以即刻撳 Google 裏面就可以大規模咁樣揾到好多文章。咁嗰啲題目就係相對而言，你係會較易成功咁樣攞到一個合格分數。咁所以啦，你會見到你哋可能會好有興趣嘅一啲個人成長題目，包括啦，可能你想做韓星對青少年嗰個影響，包括可能你好中意做淘寶網對青少年嗰個嘅購物嗰個嘅影響嘅程度。但係呢一啲全部都要做訪問，你要問下你自己，你究竟你識唔識用 Excel？ 唔識用就唔好做啦。跟住你第二樣嘢啦，就係你做一啲而家今日香港裏面啲題目，其實我哋根據今年中五嗰個嘅情況，有好多題目你覺得好似好容易做，譬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好似好容易做，好似好多料。你打全民退休保，話 N 咁多㗎啦，你哋學通識嘅時候都有好多時會討論過。但係啦，你要問翻你自己，全民退休保，你會揀邊一個方案呢？你係揀緊周永新嘅方案，定係林鄭月娥嗰啲嘢呢？咁你即係你要問翻你自己，全民退休保呢一個計劃，會唔會其實係一個好空洞嘅概念詞？你需要好清晰明確咁樣做一啲定義先。咁所以啦，你要去諗清楚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題目，其實一講我就會知道我要做乜嘅啦，我完全冇任何爭議性，我唔會話唔知道究竟發生啲咩事。咁最簡單、最容易做，我哋會建議一啲譬如 target 攞緊合格、想攞合格分數嘅同學，會做光污染，因為光污染好簡單、好直接，完全唔會有人話係定義錯誤㗎嘛。而你打光污染就會有好多嘅文章去講，譬如旺角啊嗰啲燈點樣纏住人瞓覺啊，咁你會見到呢一啲題目就會易啲去處理，得唔得？咁所以啦，你去諗題目嘅時候，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就係你從你喺今日香港裏面學到嗰啲議題入手，咁你就會相對容易，就會較容易去揾到一啲二手資料可以處理到嘅題目，得唔得？咁記住11、12頁係要交 soft copy， 咁你係要喺補課嘅時候 soft copy 同埋 hard copy 交翻俾你哋嘅科任老師。好，將時間交俾阿林 Sir。咁啊，唔該晒兩位老師啊。少少提醒嘅啫。第一，你見到我哋個 mon 呢點解打呢紮中文字出嚟呢？就係我哋幾個老師一齊諗俾你哋嘅。咁啊，每年都有同學仔就話：阿 Sir，我諗唔掂，我淨係做韓星嘅啫，中意，我淨係研究同性戀嘅啫。但係你又唔俾我做，咁點呢？咁樣，咁呢紮呢就係我哋認為現有上網政府網站
充滿住資料，而嗰啲資料係好易揾嘅。例如頭先阿威哥講咗關於光污染啦，咁另外啦，Uber 呢 ，Uber 都有呢兩個學生做，今年中午嗰度都攞到8、9分嘅。咁我而家示範一次佢哋點樣 set 咗呢啲問題，攞到8、9分咯。第一，回應翻阿蔡 Sir 現況啊嘛，佢第一條問題就係先分析現有香港 Uber 嗰個嘅現況，多唔多車去做 Uber 司機啦，多唔多乘客用啦，同的士嘅分別啦，同 GoGoVan 嗰啲嘅貨車嘅分別啦，呢個第一個現況。第二個，佢就做呢一個嘅車資車費之間個分別嘅研究 ，Uber 車同埋的士嘅分別啦，再加埋第三點問題啦，就係同外國嘅分別。因為新加坡、上海呢 Uber 其實係合法嘅，佢就會研究一啲合法嘅地方，佢嘅法例點定，同香港有咩分別。第四啦，就係個價值判斷題、立場題，香港應否修改法例，容許香港係可以玩 Uber 嘅。咁啊做晒4個呢，就攞9分㗎啦。咁你見到佢層層遞進嘅，先問啲現實嘅嘢，就問各方嘅立場，整個外國比較，最尾就問香港玩唔玩？呢個就係你嚟緊要做嘅嘢啦。所以呢，你哋可以呢度呢，就抽啲你哋喜歡嘅題目，例如大嶼山應唔應該開發啦？呢個電動車香港推過咩計仔啊？或者做啲冷門啲都得嘅，例如電子道路收費啦。咁如果你唔明嘅話咧，就我而家冇時間啦，就係12.8㗎啦。呢個咧就會擺喺我哋科嘅網度啦，同埋頭先嗰個空表。咁你有興趣嘅話，就可以問翻你科嘅老師，就係咁樣。好啦，咁就另外記住喺一個第12頁嗰度咧，唔係要揾5份嘅資料嘅。有啲人咧一定好低分嘅，因為佢5份資料嘅來源都來自咧。來自咩網站係最易揾而係好低分嘅？一定係維基百科。維基百科你拍爛檔唔好用啦，因為維基百科你可以改嘅，我都可以改嘅，唔可信。第二個低分位就係高登嗰啲 link 得唔得啊？唔好用嗰啲啊，唔該。你揾翻政府網站，啱啱林 Sir 講嗰啲，或者係啲學者研究，咁你就會呢係會高分啲噶啦。好啦，咁啊再講多句。許 Sir 邊個教㗎？唔係邊個許 Sir 教你哋？邊個許 Sir 教㗎？唔使舉手㗎啦。咁下年我接你裝，係啦。咁你係揦嘢㗎，僆仔，就咁簡單。所以8月23你唔交，嗰日嘅下晝我開會，2點至6點我就留你喺度，一齊 happy。講多次，8月23全部買中國本書翻嚟雅集嘅。冇帶書或者加唔到 IES 嘅嗰日，我哋通識科開會，我留你堂，留到我開完會為止，即場做俾我。所以你唔該啦，唔想留堂呢，就係搞掂佢，就咁簡單。OK， 好，有問題有冇補充？嗱，而家呢每個小朋友應該有份功課嘅，咁嗰份功課呢都係8月23號交，攞翻單項紙做得唔得？黃 Sir，升學組係咪有宣佈啊？